Hello，大家好，我係 Asian 啦，咁係純藝集嘅策展人啦。咁大家都知道，我本身都係畫畫，係一名香港嘅藝術工作者啦。咁今日我而家就喺灣仔大有廣場，因為呢段期間就舉行緊我嘅個人藝術展，就喺灣仔大有廣場。咁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到場參觀啦。咁今次嘅展覽咧就由大有廣場贊助嘅。因為呢個贊助啦，咁我都其實想開一個題目同大家分享下嘅，就係如何申請藝術贊助。我開呢個 topic 嗰時咧，咁都有啲朋友同我講，佢話：咁你講出嚟做咩啫？咁你講咗出嚟，人哋咪會一大堆去申請咁樣。咁我覺得講咗又唔會一定個個吸收到嘅，因為個個人都有佢嘅睇法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有啲人係理解我講啲乜嘢嘅，咁可能佢會有啲得着啦。咁同埋到最後揀嗰個都唔係我嘅，咁都係贊助方去選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講只係提供一啲分享咯。到最後佢得唔得，其實都好靠佢嘅實力啦，同埋佢嘅運氣嘅，我覺得。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講一講如何申請藝術贊助。首先講以下嗰啲嘢之前咧，咁我就講翻先，我就唔係話因為我好叻啦，我畫畫好叻啊，我諗嘅嘢好叻啊，或者我好威水啊，而去講呢堆嘢，即係好多人都卓越過我，好多人個能力都好過我。咁只不過我咁多年嘅經驗，我希望有呢啲經驗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申請一個藝術贊助，去點樣去呢？咁樣嗱，因為而家呢，其實藝術嘅圈子啊，藝術嘅市場呢，我係80後嘅，咁同我90年代嗰時嘅感覺到而家呢，已經係個氣氛完全唔同。以前我覺得畫畫就無論畫畫嘅人啦，或者個環境啦，完全唔同。以前比較純樸啲嘅，我覺得，即係無論畫畫嘅原因啦，同埋個外來環境都純樸啲。但係依10幾年啦，我覺得因為藝術變咗香港變咗一個藝術市場啦。咁你逢親所有嘢一掂賺錢啊，經濟嗰啲嘢咧就會變得複雜㗎啦。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其實你會令到呢個地方百花齊放啦，令到好多嘢都會發生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做一名藝術工作者啦，首先你要知道自己係行咩路咯，即係行啲乜嘢嘅路。咁嗱，如果老實講，如果咧你話係你想畫畫嘅目的係因為想行商業性嘅，我畫完我好希望有人買嘅。咁我哋即係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同我以前講嘅一樣啦。即係最緊要都係睇返自己畫畫個原因。咁畫畫都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即係如果你覺得我想畫啲畫俾人欣賞嘅，咁你想俾人賣嘅，咁你咪行呢條路咯，係咪？
絕對冇問題。咁啊，最緊要過程你自己 enjoy 開心，咁係冇問題嘅。咁另外一邊啦，咁如果你譬如，因為其實如果我頭先所講啦，即係譬如你係想賣畫嘅，咁你咪睇一個啱嘅時機、啱嘅地方，咁你咪去參加一啲要俾錢嘅活動咯。即係例如純藝集都會啦，純藝集因為始終純藝集都能力有限啦，咁都計過啲數，用最基本嘅方式咯，即係收翻一個參展費咁樣。咁你出邊都係啦咁樣。咁你當呢種嘅形式係一種俾個窗口你，將你嘅即係當係俾一個上架嘅機會你，俾一個地方你去展示你嘅作品。因為你如果淨係畫，你唔去有個機會展示嘅，咁冇人知道你啲。而家好啲嘅，因為你始終都有咗 media 啦，有咗 IG 啊咁樣啲，你嘅展示嘅機會多過以前10幾年前好多倍啦。咁但係始終你實物嘅你想展示出嚟嘅，咁你始終都要揾一個實際嘅場地咁樣。咁如果你係行商業性嘅，咁無論你嘅畫畫方式啦，無論你嘅可能揾一個地方啊去展示你嘅畫去賣啊，咁你都完全要配合商業嗰種架構嘅，即係例如你畫嘅方向啦，咁你都要知道人哋中意啲乜嘢，即係例如你要知道啲人擺喺屋企想要啲乜嘢啊，即係你唔可以畫一啲好恐怖嘅嘢啊咁樣，你都係要畫一啲入屋嘅嘢啊，譬如你知道人哋想擺幅畫喺酒店嘅，咁你都唔可以畫啲太過溝嘅嘢啦，係咪先？咁你都係你要順應翻個市場要求畫啲乜嘢，即係商業藝術就係依類型咯。咁但係另外一邊啦，咁就係講緊贊助同埋比賽嘅。咁簡單講下比賽啦，比賽我今日就唔多講，但係比賽同贊助嗰個模式差唔多，都係人哋揀你。咁好似我近排都接觸過一個贊助方，咁佢都同我講，佢話 Ason，你知唔知點解我哋係贊助人嘅？我哋唔需要收人哋錢。咁佢就話，因為我哋想有得揀，我哋想揀我哋中意嘅，我哋啱嘅，咁佢先至贊助。咁所以呢，你到俾人有得揀嗰個情形呢，件事就唔同㗎啦。即係如果你係想試一試下我嘅嘢，俾人哋揀唔揀到呢，咁呢樣嘢呢，同你走商業嗰個路線係兩回事嚟㗎啦。即係可能你有時都會想下啊，我試下我嘅能力去唔去到俾人哋揀嗰個地步嘅。其實我好支持人哋做呢樣嘢，即係一次唔得兩次咯，兩次唔得咪10次咯。即係我都係㗎，即係你而家見我俾人贊助，唔係我一擊即中㗎，即係可能係我 send 好多，可能先會揀一次半次。咁其實揀咗一次半次都非常之好，因為而家藝術市場啦，你唔好講香港，全個世界啦，我可以夠膽講啊，100個藝術家可能得1個支持者、1個買家、1個收藏家，所以競爭非常非常之大。咁但係你話競爭大係咪唔試下呢？唔係，競爭大呢，我覺得我好支持你試下呢樣嘢，因為喺呢個過程裏邊呢，你可以試到你嘅位置、你嘅 level， 同埋你唔得嘅，你咪努力咯，去再尋求啲嘢，吸收多啲藝術資訊養分，再令到你嘅藝術嘅造詣更加之豐富，更加之濃厚咁樣咯。
咁我相信如果你堅持呢一樣嘢嘅，肯定會有一個好嘅結果嘅。咁所以揾贊助商係一件我覺得做藝術工作者應該做嘅事情嚟嘅。去到目前為止啦，我大概之前有5個贊助嘅展覽。咁好最初嗰時啦，就係 YAF 嘅。咁然之後就到咗太古地產集團啦，即係太古坊嗰度啦。咁然之後咧就係上年嘅 KC100藝術空間。咁然之後到今次嘅灣仔大有廣場嘅。咁頭尾係5次嘅，都係贊助場地嘅。通常啦。贊助咧就主要係贊助個場地，咁有一啲咧嘅藝術基金咧就會贊助埋咧佢嗰個物料啊，係啦，即係其實我今次講嘅贊助唔係講政府嗰隻，政府嗰隻反而我唔係講政府嗰隻嘅，咁我係講緊私人嗰啲，因為其實全世界都係嘅，即係一啲先進嘅國家啊，咁外國啊、歐洲啊、香港啊，咁佢哋都有好多大嘅集團啊、大嘅富豪啊咁樣，有錢人啊咁樣，咁佢哋都會有一啲基金啊之類嘅嘢，咁佢就會推動一啲一係就科學啦，一係就音樂啦，一係就純藝術啦，即係 depends on 個老細自己中意啲咩啦，即係有啲中意音樂嘅咪俾多啲錢音樂咯，有啲中意戲劇嘅咪俾多啲戲劇咯，有啲中意純藝術嘅就俾多啲純藝術咁樣咯。咁香港就不嬲都有嘅，咁但係就你話多唔多咧？就我覺得一半一半啦。咁睇你自己揾啦，咁同埋睇自己個機會咁樣啦。以前容易啲嘅，即係以前可能你俾你嘅作品去睇。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啦。但係而家難好多嘅，因為成個藝術嘅系統唔同晒㗎啦。即係因為咧，而家呢個時代咧，藝術家係非常非常之多。咁所以咧我就想講我前嗰排啦，就聽到一個藝術工作者俾人訪問，咁佢就話。我認為啦，畫畫就我中意畫靚嘅嘢咪得咯咁樣，我唔使考慮咁多靚咪畫咯咁樣。咁就佢覺得用而家出面啲人用概念係一種包裝嚟，佢覺得係好假嘅嘢咁樣。咁但係咁喎，即係你諗深一層喎，靚嘅嘢咧好多人都畫到。要好技巧嘅，呢個世界係數以千萬億計嘅人都好好技巧，即係譬如蘇聯嗰啲啊、俄羅斯嗰啲啊，個學院派根基都好好，畫得非常之好嘅喎。嗰啲人嘅比例啊、結構啊啲 perfect 嘅，即係如果你話巴黎嗰啲學院派啊、啲中國大陸嗰啲學院派非常之好。咁中國大陸嘅藝術工廠可能一日都出幾萬幅嘅非常之靚嘅畫咁靚係咪即係嗱？都係嗰句啦。你畫畫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你中意畫就得㗎啦。即係你覺得為咗靚而畫都冇問題。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呢個時代係咪淨係靚嘅要求咁簡單呢？同埋如果到有人想揀你係贊助你嘅比賽，你得到獎係咪淨係靚就可以搞掂件事呢？咁樣就正如即是一層樓咁樣啦，你粉飾到外表好靚嘅係咪夠呢？如果萬一俾美術歷史風吹草動，其實好容易吹冧你嘅啫喎。因為如果你冇裏邊嘅結構啦，你冇裏邊嘅鋼筋啦，咁其實
裏邊你嘅作品，你個層樓裏邊嘅結構鋼筋，如果你冇一個支撐住你嗰個概念，其實你係受唔到美術歷史幾十年個風吹雨打，好容易就會被其他嘅嘢冚過㗎咯喎。咁所以係咪淨係靚呢個成分就解決到嘅問題呢？同埋靚係咩叫靚呢？咩叫做我哋淨係用眼去睇嗰樣嘢為之靚就靚？嗱，我哋用個比喻啊，即係譬如我哋第一眼望落去個男仔女仔都好靚仔好靚女，咁但係可能嗰一眼你覺得佢好靚，但係原來你翻去同佢傾偈冇內涵嘅，冇學問嘅，冇內容嘅，咁其實呢種靚好快就會消失㗎咯喎。其實畫都係，如果畫你冇一個內在嘅含義喺度，咁其實嗰種視覺上嘅美態好容易就消失，好容易俾第二張冚過。咁所以靚係咪其實我哋可以喺唔同嘅角度睇呢？係咪一定我哋睇緊我哋視覺上靚嗰樣嘢呢？其實我哋會唔會透過一個概念去用視覺上嘅形式去表達，喺個創作過程，喺嗰個討論過程，其實都係出現咗一種美學嘅意義喺裏邊。呢樣嘢我覺得唔係淨係我講，其實我睇過呢幾十年啦個藝術嘅趨勢啦，無論得到獎啊，我講得到一啲重要嘅獎啊，即係係重要嘅獎項，或者一啲入到圍啊，或者被贊助嗰啲啊，但係佢哋個故事性，我哋可能唔係一定要講概念，故事性非常之強。講緊嗰個嘢非常之係有內容化，係因為我哋對嗰視覺嗰樣嘢咧，唔係話淨係嗰個表面，即係用緊視覺嗰樣嘢去講緊一啲嘢，去令到可能對一啲嘢嘅睇法啦，一啲嘢嘅改觀啦，例如可能環保嘅嘢啦，可能情感嘅嘢啦，例如可能生態嘅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作為藝術工作者啦，用視覺呢樣嘢係作一個橋梁，去演繹緊，好似一個演員咁樣演繹緊我哋要準備嘅自己嘅劇本裏邊講緊啲乜嘢嘅內容咯。嗱，當你準備咧開始要申請一個資助藝術資助咧，你要準備咧一份嘅文件，就係咧一份 portfolio，就係介紹咧你自己嘅藝術嘅資料。咁呢個藝術 portfolio咧就大概啦，就分3個部分，一個咧就係你嘅portfolio啦，一個就係你嘅art statement 啦，同埋一個咧就係你嘅作品集。嗱，講講你嘅artist portfolio 先。咁 artist portfolio 咧就即係類似啦。你其實點解要做呢份嘢咧？因為其實我哋講過好多一次，實在太多藝術工作者啦，太多畫家。咁你如果張張都靚嘅，咁我點揀咧？即係我做老細，我點揀咧？咁除非你真係畫得好爆，哇！你靚到真係唔揀你唔得嘅啫。否則其實你個個都畫得好靚嘅，咁佢點揀你？佢睇你嘅就係要睇你嘅所謂嘅 CV 咯。究竟你
講緊啲乜嘢？係啦，你講緊啲乜嘢？講緊啲乜嘢？你要感動到人，即係好似人哋啲演員咁。點解成日都話我出唔出翻嚟拍戲呢？咁樣啲演員就話：如果有好劇本，我就會出翻嚟拍戲啦。咁樣咁其實你做即係睇你嘅得唔得呢？其實都係好睇嗰份劇本啦。你講緊啲乜嘢？咁所以其實你要準備呢沓嘢都好緊要。嗱，首先啦，artist profile 啦，就講緊你過往，譬如有冇參加一啲比賽先啦。咁啊，如果所以點解我會間唔中都叫啲 artist 咧，睇你自己能力啦，即係睇你自己個 budget 啦。咁如果你budget 有嘅，你咪可以比較自由啲去參加聯展群展咯。但係如果你 budget 比較緊啲嘅，你咪自己睇個荷包咯。咁參加呢啲嘅目的就原因就係盡量將你嘅作品可以放喺一個舞台俾人哋知道你有呢樣嘢，同埋你有咗個記錄，係俾人知你係喺呢個藝術嘅圈子裏邊，你係活躍嘅。即係因為你譬如你呢啲嘢唔夠多，譬如你攞出嚟個 CV，你而家都50歲，你講緊你淨係仲攞緊18歲嘅嘢，咁人哋覺得咦，你咁耐都冇喺呢個圈活躍過咁樣，即係啲人有啲懷疑，有啲質疑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呢樣嘢，譬如你話聯展啊嗰啲，我覺得啦，你都要間唔中參加下。咁參加嘅目的其實就唔需要話攞啲乜嘢，純粹攞一個展覽嘅經驗。最緊要你係要知道，啲人係有人係過嚟欣賞你嘅作品。可能喺展覽裏邊，你會識到一啲唔同藝術架構嘅行政人員啦、畫家、畫廊嘅代表啊，或者一啲集團嘅老細啊咁樣嗰啲。咁展覽群展就有呢個作用，同埋可以記錄咗你呢一年呢一個月做過啲乜嘢。咁所以咧展覽係，如果你係認真做一個藝術工者，係必須要有參與性咁樣。咁展覽呢個係重要啦。咁然之後咧，portfolio 裏邊你要有比賽啦。咁比賽咧，我係講緊1蚊都唔使俾嗰隻。正式嗱，以前咧香港就有一啲比較係正式嘅比賽嘅，例如好多年前啦，香港藝術館同埋藝術發展局啊，康文署合辦一個叫做藝術雙年展，而家冇咗啦。咁就每2年咧就會搞一個大型嘅比賽，咁佢就會招攬咧香港嘅藝術家咧去參加，咁啊入咗圍啦都會展覽啦，得1、2、3名啦都會展覽。咁呢啲就叫做真正嘅藝術比賽，就1蚊都唔使俾嘅。咁你如果得到獎咧，佢仲會俾獎金你啊之類，或者獎證書嗰類嘢啦咁樣。咁就你要睇返，你要參加呢一類型嘅咯。同埋以前都有一個叫夏利號藝術比賽，咁嗰個都係由一個夏利號嘅鐘錶嘅集團，佢個老細係熱愛藝術，佢就攞咗個基金出嚟，就係搞呢個比賽，又係唔使俾錢咁樣啦。即係逢親認真嘅比賽係1蚊都唔使俾。呢啲咧先係有用嘅，因為咧佢唔係個個都揀嘅，佢唔同展覽，你都可能你當係一個
窗口俾你去展覽，但係比賽佢真係請一班藝術圈裏邊重要嘅人，例如教授啊、知名嘅畫家啊、藝術收藏家去評審嘅。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咁樣就 UOB 水墨啦咁樣，咁 UOB 水墨比賽我喺好多年前都係入咗抽象組，最後入圍藝術家之一嘅。咁你話有啲人我就聽有啲人話啦，入圍都冇用㗎啦，你唔攞1、2、3錯啦，我係唔認同嘅。點解呢？因為好多10幾年前呢，雙年展呢，藝術雙年展呢，都將一大班咧入圍嘅藝術家咧一同冠亞季參展嘅，同埋世界各地所有重要嘅展覽藝術比賽咧，入圍嘅藝術家已經係評核咗佢係有一定嘅水準先入到去嘅。所以咧，其實入圍嗰堆同埋1、2、3咧，已經係判斷咗你已經係咧有水準嗰班嚟。同埋點解當時我會參加我即係比較多參加比賽咧嗰幾年，我嗰幾年就得過香港智型設計獎啦，咁同埋得過呢個最後入圍啦等等啦。因為我要知道自己個能力去到邊，所以我都會參加嘅。咁你參加你唔係一定實得㗎，咁你唔得咁你點咧？你係咪放棄咧？唔係。你做藝術工作者嗰條路就係咁行，參加唔得就再參加過，唔得就再嚟過。太過氣餒嘅，你咪唞下先咯，或者去進修下咯，吸收下。係一個 pattern 嚟嘅，做藝術家個個都係喺歷史裏邊不斷咁樣參加嘢，即係唔好話太過睇嗰個成敗咯。咁同埋我覺得嗱，譬如水墨咁樣啦，我知道水墨全部都好多跟師傅嘅，跟師承邊個啊，師承邊個，但係我根本都唔係水墨人嚟嘅。咁我係靠我自己畫開西方畫嗰個 concept 去放落去，咁我都入到最後入圍喎。咁所以其實唔好太過介意你自己嗰個定位，最緊要你知道你自己做過啲乜嘢。同埋對我嚟講啦，畫畫比賽係咪一定藝術比賽係咪1、2、3點樣計分咧？即係你唔同跑步、田徑，你可以計佢邊個最少1秒最快咁樣，但係你比藝術比賽，你係咪真係可以用冠亞季去衡量呢？咁樣，所以對我嚟講啦，我覺得入到圍我已經好感恩、好滿足嘅。咁所以比賽一定要重要時常都要參加，判斷咗你個能力之外，亦都可以對你嘅藝術成就呢有一定嘅磨練。呢個磨練就係你如果失敗嘅 fail 咗，你咪再去試咯。我都係啊，我試咗10次，可能得1、2次中嘅啫。因為其實競爭非常之大，咁所以比賽一定重要。當你得到入圍，你就寫入去你嘅 CV。咁所以呢，你嘅 profile 呢，喺你嘅 artist profile 呢，比賽同展覽非常之重要。最後一樣嘢就係 education，art 嘅 education。你讀過啲乜嘢嘅？即係譬如你讀過 design，你讀過藝術咁樣，寫啲重要喎。即係我有啲 artist 啦，好多㗎，即係好多林林沈沈啊，濕濕碎碎咁樣啊。咁其實你唔好寫得太，寫嘢咧都要寫得比較精簡，比較咧一針見血啲嘅，即係唔好寫得太過累贅，因為睇嗰個人咧，佢唔係睇你一份嘅，佢成年咧贊助咧，可能睇過幾百份、幾千份嘅。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咧essential 啲，係寫一啲精準，同埋咧係講緊咧一啲咧比較重要，無論你嘅比賽啦、你嘅展覽啦，
同埋你嘅藝術嘅學歷等等。所以咧，呢個咧就係藝術介紹其中之一 part。好，喺你藝術介紹咧，第二 part 咧就講緊咧 art statement。咩叫 art statement 咧？就講緊你近依5年到，係呢幾年到啦，你嘅藝術創作係做緊啲乜嘢？你首先你要清楚你自己做緊啲乜嘢。你唔清楚，你要同自己講，同埋揾出嚟，究竟你自己做緊啲乜嘢？其實咧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啦，有人就覺得出邊而家就用一啲概念啦去包裝自己嘅作品啦。我就想講啦，即係如果一個好靚嘅花瓶，即係喺套戲裏邊啦，嗰個主角好靚女、好靚仔，佢只得花瓶。佢冇一個演技，冇一個內涵，咁佢可能喺佢最靚仔靚女嘅時候，可能佢真係冇問題嘅，因為佢係花瓶啊嘛。咁但係過咗日子耐咗，咁花瓶唔係淨係得你啦，咁靚嘅嘢都可能會越睇越厭啦，你就會換噶咯喎。咁你換，咁另外一個花瓶又會放喺度嘅咯喎。咁可能你嘅作品就咁就消失咗，因為你點解咧？你冇一個比較紮實嘅概念喺裏邊，支持到你嘅作品可以喺唔同嘅時代都可以放喺博物館或者喺藝術歷史書其中一頁啊嘛。咁點解杜象嘅噴泉，即是小便盆，到而家都有人討論呢？咁佢個小便盆都係買翻嚟嘅啫，簽翻個名，因為佢係第一個講俾你聽咩叫概念藝術。佢講俾你聽未來呢幾十年發生緊嘅方向係咩啲乜嘢。咁當然佢嗰個係比較極端啲嘅作品啦。咁如果太過極端，你都要諗下做唔做啦，因為逢一太過行得前嘅咧，爭議性係非常之大嘅。咁你自己都要衡量咯。咁所以，但係就唔可以失去咗作品裏邊嗰個意義同埋嗰個概念、嗰個靈魂嘅。同埋感動人係非常之重要，即係好似我喺太古坊啊，我有幅畫，咁係綠綠地色，好似一啲垂簾啊、河簾啊，用一啲 acrylic 啊做出嚟。咁啊，我收到個 email，佢話點解我會睇咗你幅畫喊咗出嚟嘅咧？咁樣，我今次喺大有廣場嗰個 audience 就見唔到我，佢喺我喺佢後邊，我偷聽到佢就話同佢老公講：唉，我唔捨得走，我見到全部啲畫咧，好有詩意咁樣，好夢幻。因為其實我個題目叫如夢似幻啊嘛，即係你要有一個conception 俾人，即係你諗得好嘅咁。未必嘅，即係唔係個個都諗得好勁、好叻嘅，因為其實難嘅。所以點解好多人 skip 咗一樣嘢咧？因為其實咧，有時諗咧，依樣嘢都諗到頭都白髮嘅，其實係難嘅。咁但係你唔放少少依啲元素落去咧，真係而家啦個競爭環境啦，你係好難跑出嚟咯。咁你話？呢樣嘢又唔係我講啦，呢樣嘢係根本成個系統都係咁啦。即係無論而家讀咗策展啦嘅課程啊，出嚟嗰啲策展人啊，大學教佢哋成堆呢啲啊，全部都係train 嗰啲人，你點樣去策劃一個展覽？
點樣去挑選啲 artist 去做呢個展覽呢？全部都係睇文件嘅啫。作品當然要睇啦，但係都係睇你個概念係講緊啲乜嘢。所以你唔做少少呢，你係蝕底嘅咯。係啊，即係你就算唔想做，你都要做一啲出嚟咯。咁所以呢，概念你要諗下，你係探討啲乜嘢？你係用視覺呢一樣嘢去探討啲乜嘢？其實呢樣嘢不嬲都存在，不過可能以前幾百年前啦，就會比較明顯啲啦，即係喺嗰個油畫個畫面嗰度。而家就會變咗內心啲，變咗係一種要比較人與人之間相對互動下，去大家互動去思考嗰樣嘢會多啲，但係都走不出嗰幾個題材。生命嘅探索啦，對於自然界，例如大地藝術啦，大地藝術都係講緊自然界啦、地理界嘅嘢啦，大地藝術啦。社會嘅狀況狀態啦，同埋宗教咁宗教不嬲都好耐嘅啦，由中世紀啊，去到文藝復興啊，咁開始到印象派先唔係講宗教嘅啫。咁最 hit 嘅就係中世紀文藝復興嗰時啦。咁宗教嗰個主題都係永遠都係最 top 㗎啦。咁但係其實離唔開呢幾個範疇，點解呢？點解離唔開呢？因為呢樣嘢其實就圍繞住我哋人類息息相關嘅嘢。我哋作為藝術工作者，就係透過藝術呢一個視覺元素轉換，用個概念轉換咗視覺呢樣嘢，再呈現喺視覺嘅作品上邊。咁所以我哋個功能就喺呢度，我哋個責任就喺呢度去做呢樣嘢。所以其實你揾一個你嘅你呢幾年係做緊啲乜嘢？你要講俾人聽，你要寫出嚟。即係寫其實係難嘅。咁你問我係咪好中意寫呢？我都唔係好中意寫。咁有啲即係你都可以反駁我。咁我識寫，我唔使畫嘢啦，係咪先？咁我都明嘅，因為我都唔係話好中意寫嘢嗰啲人。咁同埋我都明，咁如果我寫得好，我做作家啦，係咪？但係冇辦法，呢個時候係一定要你透過文字係了解你嘅作品更多，因為淨係睇你嘅作品唔夠，佢要了解，用文字了解你嘅作品究竟講啲乜嘢。所以咧，有時咧我都好，即係我個 situation 都好難做咯。即係譬如我哋都搞過好多場展覽啦。咁有啲咧，你叫佢寫咧，即係其實都係為佢好啫嘛。咁但係佢交翻嚟係得半句、一句或者求其咁樣寫。咁其實我心諗，其實我都唔介意同你排版，我又唔介意同你去印出嚟。到最後，譬如你有啲咩得益啊，啲人對你嘅嘢了解更多，都係你袋落袋啊嘛，咁樣。咁點解你都唔去寫多少少嘢呢？咁樣，因為其實真係啊，即係而家啲人唔係齋睇你嘅作品就算，即係尤其是外國嗰啲，外國佢啲呢，佢睇作品呢，佢真係好留心睇你寫緊啲乜嘢。寫完之後，佢融化咗你嘅諗法，佢再睇你嘅作品，佢就會更加可以呢個信息傳遞到佢嗰種感受。即係如果你寫得唔夠多少少，好快就走㗎啦。
咁所以唔好嘥咗呢個機會去寫多少少你嘅嘢，同埋咧贊助嗰啲人咧，通常都係咧要了解下你做緊啲乜嘢。係啊，因為你真係唔寫咧，個個擺喺度咧，你好難人哋揀你嘅嘢咯。咁同埋其實寫咧就好似咧一個 interview 咁樣一種見工，其實人哋係想了解你，了解你啱唔啱佢。其實贊助都係，佢想了解下你，咦，其實你講緊嗰樣嘢感唔感動到我咧？咁樣，即係我會唔會喺你嘅作品受到感動咧？咁樣。你圍繞住個主題咁樣，所以呢度你要落墨少少，落多啲你嘅心機去寫。呢一 part 好重要。到最後啦，作品集啦，咁作品集咧就係要根據翻你個 art statement 咧，去連貫翻你個作品集係啲乜嘢。即係你唔重要嗰啲，你唔好放落去。因為你嘅作品集大概啦，我諗佔1-2版啦，或者10幅8幅啦，係嗰個系列嘅，即係你唔好話依樣嘢又擺入去，你見靚又擺入去，你要成個系列係嗰樣嘢。你可以由你啱啱初做嗰第一件，再 develop。俾人哋睇到有個系統性嘅，係做緊嗰樣嘢，一望落去係知道係你嘅嘢，你就 show 嗰堆嘢出嚟，就唔好喺你藝術生涯裏邊啦，所有乜嘢都堆晒喺裏邊，因為其實揀選。贊助啊，或者比賽嗰啲咧，好忙嘅其實，亦都唔會太多時間咧去攆你啲嘢。你要俾人哋一睇咧，係 eye focus 咧，係亮點嗰啲嘢，你就擺個堆嘢，擺你最好嗰啲嘢。所以咧，呢樣嘢都有技巧咧，去挑選咧。你嘅作品集咧放喺你個 artist portfolio 裏邊嘅，咁同埋啦喺 prepare 呢堆嘢嘅同時啦，你非常之要清晰一樣嘢，就係與眾要記住一樣嘢，與眾不同嘅表達手法。點解要與眾不同咧？嗱，其實我覺得而家做藝術工作者咧係難好多嘅，因為咧，要出嘅風格、手法、技巧，根本咧差唔多咧，呢幾百年咧就出晒㗎啦。即係你唔同以前咧，個社會狀態啊、生活模式咧唔同咧，佢可以一枝獨秀咁樣，而家係好難。因為乜嘢嘅方法啊、呈現嘅形式啊，差唔多全部出晒。咁但係你都要諗一個你嘅獨特嘅手法，即係你可能調翻轉話好難喎，點諗啊咁樣。但係你都要諗，即係例如你做嗰時，你要諗下，我究竟做嗰嚿嘢，你對下出邊有冇呢？即係如果你係抄人就冇得講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你一心係 original，你要對下出邊，外國又好，香港又好，我究竟做緊嗰堆嘢有冇相同嘅？我自己係嘅，我自己對下有冇相同之處。咁你話有少少陰影影子，咁你就都可以話叫 inspire 啊，係咪先？但係如果你直頭係嗰樣嘢，咁你就好明顯，可能 copy 嘅成分好高啦，係咪先？咁所以咧，你要對下出邊有冇人
係同你做緊嗰樣嘢相似，我就會避嘅，我就會盡量避得就避嘅，因為我想比較強嗰個個人風格。咁如果咧呢樣嘢要對啦，冇咁然之後咩叫與眾不同咧？無論你嘅表達手法、你嘅技巧，總言之喺每一個方向裏邊，你都要盡量諗一啲同人哋唔同嘅，你先可以突圍而出嘅。即係你點樣去製作方式啊？點樣去形成嗰個點樣去用一個新嘅技巧啊？呢啲技巧唔係一定要傳統嘅，傳統以前嘅傳統，即使係當時嘅新穎，咁你都可以做新穎嗰個㗎嘛。咁如果你發明咗一種技巧，大致上多人支持你嘅，咁你咪變咗日後嘅傳統咯。咁所以你係有責任，做藝術工作者唔係淨係畫嘅，係有一半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即係一個藝術科學家嚟。你係要發明一啲嘢喺一個視覺層面上面。咁所以咧，你係有一個任務去發明一啲技巧出嚟，即係基本上傳統嗰啲你係要用啦，但係你可以發明一啲技巧係你嘅識力場嚟嘅。咁呢樣嘢如果你做得到，咪變咗你獨特嘅作品出現咯。同埋個 concept，如果你係人哋冇嘅而你有嘅，你嘅演繹方法係唔同嘅，咁呢樣嘢咪幫到你嗰個藝術職業更加強個人個性咯。所以你要喺呢樣嘢諗一諗，落多啲墨水喺裏邊。嗱，到最後啦，講咗咁多口水啦，咁你準備咗一份嘅藝術家嘅介紹嘅文件啦，你就揾你適合嘅集團去 send 出去啦。咁其實揾呢啲都有技巧嘅，即係例如你要揾係夾你嘅 style 嘅，即係例如啦，咁本身個集團中意唱粵曲嘅，你 send 你嘅 proposal 唱英文嘅，咁我諗都唔係夾佢嘅風格啦。因為其實每個集團啦、每個基金啦，都有佢自己嘅風格嘅。即係如果你自己睇翻嗰個集團嗰個基金係唔係啱你嘅？即係如果佢不嬲都係贊助開拉二胡啊、彈琵琶啊，咁你無啦啦行重金屬嘅，咁你咁我諗你能夠俾人贊助嘅機會比較少啲啦。即係你要揀翻一啲係你啱 channel 嘅嘢咯。即係呢樣嘢冇話啱與錯，只係啱唔啱 channel 嘅啫。咁譬如你揀咗啦 ，send 咗去，人哋都好似對你有啲興趣啦。喺個過程咧，我覺得咧，盡量咧要 humble 啲，唔好俾太多要求人哋，因為始終人哋係出錢俾你，即係你唔好覺得人哋贊助你即刻好威水咁樣。你盡量喺個過程咧，你要配合人哋，因為咧人哋做 admin 嗰啲咧，譬如人哋一個集團啦，有個部門啦咁樣，咁佢都係可能揾一個部門去負責做呢一啲admin 啊、藝術行政嘅嘢咧，要俾人個感覺，你唔好咁難搞咯，即係你唔好咁多要求。你最緊要你係要得到俾人哋嘅贊助，盡量咧都要咧喺個過程中要俾人嘅感覺係溝通到，最重要係合作愉快。咁你未來咧就會好多呢一啲機會。咁所以咧，我頭先所講嘅資訊啦，咁希望啦為你日後啦
喺藝術贊助裏邊咧，都會有些少得着啦，同埋幫助啦。今次就要分享嘅嘢係咁多啦，咁下次再傾第二啲嘢啦。